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北市信义区101大楼的周边发生着绑票的事件。这个嫌犯是德联邦名人会三甲分会一个干部，为了要协助伊的兄哥追讨债务，是闹人伫个大街路头，甲一个台商掠咧走，而且透过手机啊视讯。 直播、甲拍、甲凌迟的过程，向家属讨要爱400万。啊，当天暗时，警察就攻破门，甲人救出来了。 姓林的台商来到停车场，准备驶车要走。这个时阵，一台白色轿车向驶过来，规闹鬼歹人落车，就甲人包围，硬拖起车顶。姓林的台商拼死命抵抗，嘛是互人压走。当时林姓台商才刚从警局做完笔录要回家，没想到就在台北市信义区这处停车场被当街掳走，疑似就是因为他的行踪早已被锁定。蹲下，跳狼尾哦！ 警察冲至帮派地盘，看到姓林的台商去关伫咧新北市三甲的名人会，人去拍到规身躯大空势里，去压走姓林的台商。过去当年伫咧中国做直播，负责期中考，顶个月29号暗时夜，是因为投资纠纷到警察局做笔录，等到去姓纪的嫌犯群众压走，那用被害者的手机密信，嘛直播互人苦毒的过程，要甲家属讨400万的赎金，若无就免动气。 佮用时限半点钟联络一摆，看家属敢有偷拖报案，等到叫警察追踪成功抓到人。当天的晚上9点多左右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某处民宅顺利抢救被害人及逮捕现场4名的犯嫌，并且向上溯源。另外查获5名犯嫌起来，哪名？ 警察陆续抓到真侪位共犯，拢总9个人拢去上班。名人会姓纪的主嫌为着甲公母个别的阿兄讨小，才闹人甲人绑票。警察真紧破案，嘛甲帮派抓起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